大家好啦，今次咧帶大家嚟一個新嘅地方睇下啦。咁我咧都第一次嚟嘅啫，咁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未嚟過嘅。咁呢個咧喺廣州南沙嘅大灣區文化體育中心啦。哇！呢個體育館好大喎。咁咧我查過資料啦，原來呢度咧係可以咧容納咗6萬個座位嘅。咁喺隔籬啦仲有一個咧係有2萬座位嘅綜合體育館啦，同埋一個有4000座位嘅游泳館嘅。咁中國咧就搞過個北京奧運啦我覺得咧其實有一個機會咧係用大灣區名義咧去申辦一次奧運會嘅。咁其實咧以大灣區嘅名義申辦奧運會，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因為而家你個別一個城市去搞咧，咁啊就好似太過大陣仗。咁如果用一個大灣區整體嚟講咧，其實個 GDP 咧都好似應該排到世界前10名嘅。咁呢個咧就頭先呢邊咧就有一個6萬人嘅場館啦。咁呢個係細少少嘅，咁呢個咧都有2萬人噶啦。咁呢個咧就係可以容納4000人咧嘅游泳跳水館嘅。咁但係今次嚟咧仲未入得去睇嘅。嗱，喺一個國家嘅層面咧，大灣區咧係一個大策略嚟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我哋個女特首啦林鄭月娥咧嗰陣時，其實咧成日都宣揚一樣嘢叫做1小時生活圈。咁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咧，你可能會覺得可能犧牲咗香港嘅即係做生意嘅環境啦，因為多咗好多香港人咧就會北上消費。咁但係咧，對於一個即係國家層面嚟講咧，呢個咧好似一個過渡期，咁而家咧即係習慣啦嚇，俾啲好處大家，咁啊大家去北上消費可以享受多啲低廉嘅服務啦，同埋啲商品啦，咁你慢慢咧會習慣咗咧係融入大灣區而享受呢個1小時生活圈嘅。咁當下你即係大家都好習慣去北上消費嘅時候咧，如果我同你講，即係香港同深圳係唔使過關嘅。咁你會唔會贊成啊？咁如果喺好耐之前，我諗好多人可能會反對。咁但係當你攞咗咁多甜頭嘅時候咧，橫掂你都係慣咗上深圳即係消費噶咯，係咪啊？咁你都唔會反對啦，係嘛？你發覺都有着數。咁啊最初嗰陣時可能你又會覺得即係啲車走落嚟香港啊，咁啊最近有個咩粵車南下啦。咁啊，其實搞下，你啲人可能又搬咗上大陸住，跟住你又好期望咧就粵車南下噶咯，因為你架車上邊啊嘛，個成本低好多啊嘛。咁所以咧，你其實有時見到阿林鄭咧講呢啲嘢咧，佢未必係對於一個香港人嘅角度去睇嘅。咁你記住啦，佢呢啲都係想升官嘅啫。咁佢知道上邊咧嘅意思啦。咁佢即係等於你都知我老細想點噶啦，係嘛？咁我梗係要設計一啲嘢，我迎合我老細噶嘛。呢個係佢最大目的嚟嘅。咁即係話俾你聽，其實咧大灣區咧最後嘅結果啦就真係可能係連成一片。咁啊，可能香港上深圳咧係唔需要過關。咁呢個時間點咧，亦都有機會咧係我未死之前會見到嘅。咁咧，如果再慢慢咁發展落去咧，其實係有可能係冇埋港元啦嚇，咁當然啦，而家呢一刻港元仲係好有存在嘅價值嘅，咁但係再長遠啲，好難講噶啦嚇。咁即係咪我哋有生之年睇到咧，亦都未知啊。咁同埋好似我哋呢啲年紀啦，因為佢哋唔係睇你啲好短時間嘅，即係你未來幾年咧，當然你都會個變化都未必俾你可以咁快睇到啦。咁但係如果佢同一個好宏觀嘅咧，講緊10年一個計劃、20年一個計劃咁樣睇咧，其實你可能真係等我呢一代人死咗之後咧，
係其實即係可能冇分咩香港啊，或者係其他城市嘅，可能嗰陣時咧已經係變咗一個大灣區。咁所以你睇咧，佢整體嗰個發展個佈局咧，你會發覺咧，佢每一個區咧都有一個特別嘅功能性嘅。咁例如有啲區可能專係一個金融區啦，有啲啦好似呢個位置，咁啊好明顯係專係放一個體育嘅用途嘅。咁其實如果當你睇佢嗰個基建發展咧，其實你都捉到佢好多個路噶啦嚇。嗰個體育館嗰度啦，大概直線距離應該係800米左右啦，就有樓賣喎。咁啊，呢個係一個央企嘅樓盤嚟嘅。咁啊，我有啲興趣嚟睇下啦。咁啊，我咧就唔係建議大家嚟買呢度嘅，亦都我唔會買嘅。咁啊，只係咧有啲興趣，想睇下裏邊係咩價位啦，咁整體個樓宇質素係點樣嘅啫。所以说，但价格我们现在就18000的均价，当然我们现在也有2万1均价的了。我们18000均价是第一批开盘的楼栋啊，是18000的均价。那么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卖点，就核心区位优势。那南沙嗱，咁我睇翻呢個圖啦，咁同我搜集嘅資料咧，唔同嘅央企啊嘅資料係好相同嘅，即係話喺呢個位咧，大概係一個站度咧。就去到呢個深圳寶安機場，咁呢個咧叫做深南中城際啊。咁咧佢頭先講話10分鐘啦，咁我有啲地方講咧就話係15分鐘嘅。咁 anyway 點都好啦，咁呢個位咧都應該係一定係有地鐵到噶啦。個園林就係咁樣啦。咁而家其實你睇到好多啲住宅咧都好講有啲咁嘅會所噶啦。咁而家帶我哋去睇會所。呢度咧有個恆溫嘅游泳池嘅，咁啊雖然唔係好大啦，但係都夠游嘅。喂，而家可能係兩個主人房都得嘅，因為兩個主人房都好似有個套廁嘅。呢度如果你咁樣裝修，佢唔係呢個裝修㗎，你加埋埋啊，我睇好難計呢個價錢，我諗60-70萬可能要呢個裝修。如果整到咁嘅款啊，因為佢嗰度好多嘢要拆嘅。咁呢度咧就成個屋苑咧都係一個屬於低密度住宅嘅，即係房唔係好多嘅。咁同埋啲單位咧比較大嘅，咁最細咧都要132平。咁我哋而家睇緊咧嗰個160幾平咧都唔係最大嘅喎，仲有啲200幾平嘅。咁頭先都見到啦，一部 lift 就到一個戶嘅。咁好似呢個單位啦，咁啊如果你冇 view 嘅，好似呢啲當叫冇 view 啦嚇，就18000蚊一平起標。咁如果你又想再靚啲景嘅，會有啲望到河啊或者係海啦嚇，其實係河嚟嘅嚇。咁啊要21000至22000，咁啊佢話咧就係預售嘅。